Hello，各位家長，新年好啊！我係勤務親子活動中心嘅嘉樂哥哥。新年期間咧，都相信孩子們都會收到唔少嘅利是錢喎。咁呢個咧，正係教導小朋友理財概念嘅黃金機會啦。結合標準普爾家庭資產配置嘅原則咧，我哋可以用4個魔法罐嘅方法，喺3分鐘之內咧，讓孩子掌握金錢管理嘅核心要訣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安全儲蓄罐啦，咁呢個咧係孩子嘅安心小後盾啦。咁對應標準普爾家庭資產配置嘅應急資金，建議小朋友將20% 嘅利是錢存入呢個罐入邊，作為應急小金庫。咁購買文具書本嘅時候咧，咁就唔需要依賴父母，培養安全感。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夢想目標罐啦。咁呢個係實現願望嘅超級加速器，對應標準普爾家庭資產配置入邊嘅保本升值資金，將40% 嘅利是錢存入呢個罐入邊咧，為目標儲蓄，例如購買遙控飛機啊，或者係參加夏令營，可以鼓勵孩子將夢想寫喺個罐上面，感受目標達成嘅成就感。咁第三個罐咧就係快樂分享罐啦。咁呢個咧係傳達溫暖嘅愛心傳播站。咁雖然喺標準普爾家庭資產配置入邊咧，呢個係屬於投資資金啦，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，最好嘅投資就係分享愛，可以將30% 嘅金錢用於為父母準備驚喜，請朋友食零食或者係捐款助人。咁呢度咧係一個情感嘅投資，帶嚟無窮嘅快樂啊！咁最後咧就係靈活消費罐啦。咁呢個罐咧，咁其實就係我哋嘅即時快樂小錢包，亦即係話隨時可以用嘅錢啦。咁剩餘嘅10% 可以自由支配，購買糖果或者小玩具。咁重點咧係在於學習有計劃咁樣去消費啊。咁最後咧，利是錢分配咗之後咧，咁其實佢就唔再係一個普通嘅鈔票啦，而係化為4個意義噶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應急用嘅及時雨啦，咁第二個咧就係用嚟圓夢用嘅儲備金，咁第三個咧就係傳遞愛心嘅愛心劑，咁第四個咧就係建立安全感嘅定心丸啦。咁呢個咧正正就係理財嘅核心啦。我哋唔好將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子入邊，讓佢每一分錢都肩負住佢哋嘅使命，協助小朋友達成佢哋嘅人生小目標啊！咁理財咧就唔係唔花錢啦，而係聰明咁樣去規劃，讓每一份愛更加有意義，啟動孩子嘅金錢魔法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財商高升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